入境的旅客唔免过来隔离咯。疾管局的前局长苏益仁讲，那呢指挥中心就统啊改善防疫，就交予疾管署就有够咯。也毋过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卫福部长许瑞元拢认为，国内的疫情也未结束，不管是要甲新冠肺炎降为第4类的传染病，或者是指挥中心要来改善，拢爱阁小等一下。啊，若入境的旅客快筛是爱家己来检测，或者是导游领队爱负责。这指挥中心甲交通部是讲无啥共款。卫福部长许瑞元讲，细节的部分也是由交通部来决定。体好照拖行李箱啊，机场开始有真侪人边境继续绑令，因为疫情成立的指挥中心敢有可能解散？大家回归到医疗体系，那指挥中心也可以回归到机关实际。前疾管局长苏益仁讲，国维持及开设的指挥中心已经无存在必要，防疫靠疾管署就有够啊。佮认为目前防归类伫第5类法定传染病，嘛就是较诊了后爱伫24点钟来通报，违反防疫规定爱罚钱的新冠肺炎应该降做第4类。只要让大家知道重症人数跟医疗量能就好了。但是国内的部分的话，疫情还不是说已经到了一个冰点，专家需要负的责任会是比较小一点，我们要负的责任是比较大一点。直接会抢专家负的责任无指挥中心大，不过对边境开放规定嘛，不是指挥中心讲到遵守。我们当然有回报机制啊。那当然这是自主啊。2日快筛的确认呢，我们在相关的指引里头，就麻烦请导游来做这样的一个检查。交通部他所执掌的权责的内容的部分的话，那仍然是由交通部这边来对外来说明。到底是自主检测，还是导游领队爱负责？指挥中心和交通部无共调，连甲7月要开始实施边境开放的配套措施，说干那要无够完善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